月份咧有第3個法定假期出現啦，端午節就喺5月31號嘅星期六嚟嘅。如果你姐姐已經做滿咗3個月，佢就可以享有有薪嘅法定假期嘅。哇！端午節星期六嗰日要姐姐幫手嘅，嗰日唔放假，咁可以點安排呢？可以喺48小時之前通知佢端午節要嚟翻工嘅，咁然後咧60日之內去安排翻俾佢放嘅。咁啱我姐姐原來佢星期六又係例假喎，咁你就要作出補假啦，都係一樣60日之內去安排翻嘅。咁嚟緊有啲假期嘅安排呢，我哋會再拍片去通知大家。拜拜。